好好吃哦。真的很好吃啊。可是亮亮啊，你要听听也是，不然等一下会肚子痛哦。彤彤姐姐，你是要亮亮慢慢吃吗？没错，默默好聪明哦。刚刚彤彤姐姐说听听也是，就是慢慢吃的意思哦。默默，你吃不下了吗？我帮你吃。不要，我要自己慢慢吃。我的点心吃完了，我还想再吃，分一点给我了。不要不要。亮亮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好痛哦。亮亮，就跟你说要听听也是，是太假的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太假的，就是太快了。亮亮吃东西吃太快了，所以容易消化不良，当然就肚子痛啦。好吧，现在没办法再吃蛋糕了，只好去看医生咯。我不要了。听听也是，慢慢吃。听听也是，慢慢吃。彤彤姐姐，冰箱不是有一盒草莓吗？怎么不见了？我藏起来，要听听也是。彤彤姐姐，桌上刚刚不是有一大块巧克力，怎么不见了？也被我藏起来了，我要听听也是。彤彤姐姐，你吃那么多零食，小心变成大胖子哦！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哎呦，彤彤姐姐，你动作很慢呢，这样时间会来不及了。好啦，不要催我嘛！哎呦，你快一点啦，我要走了，快点！亮亮，你太假的，慢慢来嘛，干嘛这么赶时间呢？听听也是，太假的。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罗亮。